我係香港科技界第一個用手機當球拍嘅人啦。Let's go， 嚟啊！大家好，又有 Ben 爺。今日咧 Ben 爺咧又帶大家啦去睇一個由小米咧最新發布紅米咧嘅一個嘅新聞發布會啊！究竟呢部機咧嚇有啲咩嘅新嘅功能啦，同埋買得貴唔貴咧？好快就會同大家揭曉。做咩？今次打波啊？我想可唔可以升翻到？總之落到我實時。呢個咩？應緊，黐線 ，Hello， 金剛防爆喎，咁啊等我試一試佢呢一塊玻璃面啊，可唔可以打得爛呢一粒合桃啊？啊，呢啲我最耍家噶啦，準備啊，3、2、1，哇！哇！咁樣拍法，一啲事都冇喎，仲係咁靚仔啊！今次部 Redmi Note 15 Pro 5G 咧，官方咧就寫明咧支援 IP66、68、69同埋69K 嘅4重防塵防水等級。除咗可以防短時間浸水之外，仲可以抵受高壓水柱嘅噴射。所以呢啲濕碎啦。好似個風未開始，我哋即刻嚟個開箱先，好快嘅啫。好，咁不如同大家介紹咧，就係由小米最新出 Redmi Note 15 Pro 5G。今次係有核電廠級嘅電池，6580 mAh， 仲大過一般嘅5000 mAh 吊帶，仲有新加嘅2億像素超清相機，當然仲有小米 HyperOS。好，事不宜遲，同大家開箱先。打開佢 ，Redmi。按照小米嘅傳統，一樣係有專用保護套，連底部都有印上 logo。45W 嘅快充，仲有 Type A 到 Type C 線，開箱完畢，跟住就係到主體本身啦。今次呢個係天藍色機身，鏡頭模組全部都有實質用途，天藍色嘅金屬中框，頭同尾都有實體喇叭，頂頭仲有紅外線發射器，俾你控制屋企嘅家電。今次鏡頭模組嚟講，都做得非常之纖薄，唔會有好突出嚟嘅感覺。仲有我最中意嘅平面屏幕，咁樣貼 mon 貼嚟講就方便好多啦。今次個 CPU 係用上咗 MediaTek Dimensity 7400 Ultra， 屬中階版嘅 SoC。對於日常嘅 multitasking 同埋中高畫質嘅遊戲都夠用噶啦。嚟打賽車 game， 畫面一樣係咁流暢細緻，完全冇窒格，一樣可以玩到大咬嘅 game， 例如《原神》。用得小米手機，當然係完美咁支持 Google 啦。無論喺 Google Search、Google Map、Gmail， 又或者 Google Pay 錢包，都一樣冇問題。而睇 YouTube 更加透過佢嘅超右閘邊框同埋左右兩邊嘅實體喇叭，係得到一個唔錯嘅沉浸式體驗。更加可以裝上八達通 App， 用八達通俾錢。今次呢部小米最新出嘅 Redmi Note 15 Pro 5G 手機，用上咗呢塊 6.83 寸，畫面質素達到 1.5K 嘅 AMOLED 屏幕，屏幕刷新率達到 120Hz， 平面超右閘邊框，12bit 嘅顯色，高峰亮度達到3200嘅尼特，打機睇戲絕對冇問題，達到 480Hz 嘅觸控採樣率，亦都即係話屏幕每秒鐘會掃描你嘅手指480次，打機操控嚟講就會準確好多啦。今次呢個主鏡頭係用上咗2億像素三星 ISOCELL 感光元件嘅主鏡頭，而呢一個就達到800萬像素，用上咗 OMNI Vision 感光元件嘅超廣角鏡頭。究竟影相出嚟嘅效果係點樣？我哋而家出去試一試佢。好啦，而家嚟到澳門啦，咁我哋咧就試一試咧，呢一部小米最新出嘅 Redmi Note 15 Pro 啦，佢嘅2億像素咧，究竟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啦？試一試後面個標頂啊！先我哋撳啊，超高清啊，超高清打橫。
OK， 跟住咧，我哋又再試一試咧拍攝。OK， 咁我哋又試一試佢。好啦，呢一個咧就係普通像素嘅。普通像素嚟講咧，中間嘅花紋嚟講就係咁大啦。好，咁而家咧我哋再睇下2億像素啊。呢個咧就係2億像素嘅。2億像素中間嘅花紋嚟講係可以更加大。2億像素中間嘅花紋嚟講係大好多啊。而天空嚟講一樣唔見有 noise。影像嘅細節係充分咁體現到。呢幅相係非常之靚啊！今次一部紅米一樣有 AI 功能幫你執相，例如一幅相因為太狹窄嘅關係，我可以利用 AI 擴圖。只去到創作 AI 擴圖就可以校大細啦。我而家校到最大，睇下個效果點樣。哇，咁快就搞掂咗啦！咁誇張嘅擴圖一樣可以好合理咁樣呈現出嚟，畫面仲要好真實。對於一樣運行小米 HyperOS 嘅裝備嚟講，就可以快速共享資料。小米融合裝置中心嗰度啦，如果 Pro Plus 版本嚟講咧，其實咧就可以咧同佢一齊有個互聯互通嘅一個功能㗎啦。咁啊見到咧就而家 Pro Plus 啊 Plus 版本啦，咁咧你見到呢度咧就有個妙響桌面嘅，開咗佢之後咧喺個附近嘅裝置嚟講，只要大家都係同一個嘅小米帳號的話咧，咁樣大家喺呢度咧就共通㗎啦。喺我呢堆智能裝置之外咧，而家咧就見到啦，呢一係呢部啊，呢部咧就係新啱啱認識到嘅小米 Pro Plus 啦，撳一撳佢。好啦，咁喺呢一度咧就即時可以顯示到啦，係完全可以控制到呢一部手機裏邊所有嘅功能嚇。因為而家嘅藍牙技術係提升咗啊，所以咧你可以咧喺冇電話網絡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喺1公里範圍之內透過藍牙同你通訊錄裏邊有嘅電話號碼去溝通，係完全唔需要手提網絡。而家就可以透過小米星神無網通做得到啦。呢個叫 Pickleball 啊，咁係一個比較創新嘅一個新式嘅玩法啊。打 Pickleball 嚟講，用呢個拍唔需要嘅，用電話就得啦。咁我哋就揾呢部 Redmi Note 15 Pro 5G 咧，當係球拍去打波啊！我係香港科技界第一個用手機當球拍嘅人啦。Let's go， 嚟啊！耶！贏咗！贏咗！贏咗啊！一般嚟講咧，小米嘅紅米 Note 15 Pro 5G 咧，呢一個系列嚟講咧，都係比較性價比高嘅 ，CP 值高嘅一種嘅系列嚟嘅。呢一刻咧，我仲未知道佢賣幾多錢啦，但係應該個價位都係2000零蚊到啊。OK， 內外都防震啦嚇，影相嚟講咧亦都好好嘅光學防手震啦，即係呢個金剛嘅防震架構啦。咁所以嚟講咧，呢部機咧佢抗跌能力咧係非常之高啊！除咗係一個好高嘅防水能力之外咧，佢嘅電池容量咧6500嘅 mAh 嚟講咧，足夠一般使用2日啊！配合埋呢個6.83寸超幼窄邊框嘅 AMOLED 屏幕，再配合埋佢呢個高風亮值達到3200尼特嘅屏幕，咁啊好適合我咧係踩單車嘅時候咧擺喺個車頭要嚟做導航啊！所以咧行山、踩單車啲戶外活動嚟講咧 fit 晒啊！今次呢部咧就係小米電視 A Pro Series 啊！今次嚟講入埋 TV Tuner 裏邊啊，一樣係超幼窄邊框啊，幾靚仔啊！今次呢部咧係 4K QLED 屏幕啊！即係個對比度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後面個背景咁光啦，佢依然咧係好清楚顯示到出嚟啊！呢一部就係小米最新出嘅無線吸塵機 G30 Max， 今次有5重過濾系統、14追氣旋技術，所以吸塵嚟講非常之強力乾淨啦。仲有個咁清楚嘅熒光幕，前面仲有盞燈添喎，咁樣吸塵嚟講咧非常之乾淨啊！講緊嘅咧都係2200幾蚊啫。好，今日俾人介紹到此為止。如果本條片麻煩俾個 like， 如果本個 channel 唔 subscribe， 不如會製作更加多有趣嘅片俾大家。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